Chat Beauty 臥底美容團嘅實測時間，今次去咗尖沙咀度做醫美嘅療程。今次呢個係網友推薦嘅，預約嘅時候喺 WhatsApp 度都話絕不黑 sell，就等我 check 睇下好唔好先。Let's check。上到去地方都唔算好大，但環境都幾舒服同埋乾淨嘅。填完問卷就等姑娘叫入房，咁出到房再同大家報告啦。今日係咪打輪廓針咧？係啊，我可以入嚟啦。好，打一支夠唔夠咧？如果以我個範圍嘅定針，我下巴我都好勁，正常一支就對一支一個位咯，因為都幾重啊。咁打住一支先咯。打嘅時候都係得鼻腹個中位，支個上完全唔同之前打過嗰啲咧，超痛咯。通常啲位置咧一支都已經好得，唔需要打兩支。咁如果真覺得唔夠，可以相隔幾耐再嚟打？係7至14日。因為如果一個雙下巴兩支份量應該真係打。一支都10秒，兩支就好多。唔該晒，我哋 cash up。如果我呢個情況，我覺得唔夠，要再打第二次，或者我今日可唔可以俾錢？你最快咧就7至14日再打第二次。咁我覺得你可以睇咗第一次嘅效果先。如果你真係覺得有用，咁就你先至可能再讀第二次咁樣咯。都好，唔使俾錢住嘅，因為我哋就建議可能睇咗你第一次效果。唔該晒你，好啦，拜拜。同大家分享今次探店嘅體驗。今次嘅體驗係改善雙下巴嘅療程。由於之前都有打過相關嘅項目，所以唔太驚。入到房都有問醫生嘅意見。姑娘喺未打之前都有 show 藥喺我面前開封嘅。不得不讚嘅就係醫生嘅手勢唔錯，我完全冇覺得痛嘅感覺。過程中我都特登問打兩支得唔得啊？睇下佢哋會唔會 sell 我價啦。但竟然話1支嘅份量就夠，完全冇 sell 到我。去到埋單嗰陣，我再想話約下一次，睇下姑娘會點答。個姑娘都話唔使俾訂金，話可以睇咗今次嘅效果，有需要先再約。阿 check 嘅小貼士係呢間店雖然唔大，但係環境 OK， 醫生嘅手勢好好，姑娘解答嘅服務都好好。佢哋係會根據想改善嘅情況去調整，而唔係直接叫我買幾多次就幾多次。嚟呢度冇自助價，今次嘅價錢同下一次嚟嘅價錢都會係一樣，唔會話第二次嚟咗個價錢就貴啲。留意翻呢個係針劑嘅項目，係因人而異嘅。但阿 check 今次做完嘅效果的確係唔錯噶，但要提翻呢度呢，只有針劑嘅療程做，唔係個個適合或者有呢個需要嘅。如果想做針劑嘅朋友都可以留意下，出去俾完錢就直接走得人啦。所以阿 check 係會列佢為一間好店，評分環境會俾4分，服務4.5分，黑沙程度0分，CP 值4.5分。想睇多啲探店影片就快啲 follow 我哋 IG 同埋 Flex 啦。